日本十国公布2023年第四季 GDP 是负0.1%，外资年率是负0.4%，也是连续2季负成长。而且日本的表现也和德国拼过啊！日本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世界排第第4。专家就分析讲，这日票一直落，个人消费力减弱，这是上界主要原因。日本内阁府十个公布，去年第四季10月到12月 GDP 国内生产模型，为物价变动率等等各种经济状况，第四季的统计表现比第三季落0.1%，按照年率来看是负成长0.4%，嘛是连续2季 GDP 負成長，顯示日本經濟是陷入衰退。連続でマイナス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、過去、景気後退だった2018年とか2012年とか、その時にも GDP が2期マイナス連続で、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、極めて成長率は低い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ると思います。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受到物价起的影响，民众在第四季的个人消费减少，包括食品、服装、旅游的消费需求，甲第三季相比落0.2%。另外，伫个主体投资，还有企业的设备投资嘛减少1%，甲0.1%。虽然伫对外出口，还有外籍人士入境的旅游消费有成长2.6%，有关无法度弥补。结合日本伫2023年的 GDP 整体表现只有4兆2100多亿的美金，等到互原本全球第4大经济体德国的4兆4500多亿的美金超过，互日本的经济规模落到全球的第4名。これは為替レートの要因、2023年平均した時の為替レートが1ドル140円50銭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ですね、歴史的な円安が円の価値を小さく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、ドイツに抜かれた結構大きな要因になっている。日本经济学家商业医生分析，日本经济衰退，和日本央行无法度收按货币政策。虽然当局想要伫今年3月到4月之前结束负利息的政策，也毋过受到零点半岛的震灾影响到旅游业。加上汽车制造商的各种减少贷，互汽车的产量减少，有可能会互生产甲出口量停落来，互2024年的头一季 GDP 依然正做无法度振作的状态。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。